继续来看伫苗栗的育达科技大学，学校内底有一台提款机，会当领钱，嘛会当欠钱入去。不过最近这几天是常常故障，学校通知银行来处理。不过拆开了后，竟然发现讲，这领钱的卡仔内底竟然有足侪1块的银角仔。推测可能是有人想要把这1块的银角仔嵌入去，才会致使故障。 大学校园内底有 ATM， 对于师生相当方便。如果临时要领钱，就无需要爱去加走一抓到校外。不过苗栗市立育达科大校园内底一台 ATM 最近煞突然故障，校方通报银行来排除，一拆开竟然发现内底摊满1块的银角仔。校外有很多的租赁的这个宿舍是给外籍移工的，所以我们研判可能外籍移工来使用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 因为它造成宕机的当下，它并没有跟我们学校反映，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属于外籍移工，他不知道操作的方式，或是不知道这只能使用现钞而投入了硬币想来存款，而造成了宕机。校方表示，设置在咧综合大楼内底这台 ATM 会使提供领款甲存款，不过干那含纸票，并袂使存银角仔。初步研判，就是这银角仔才会造成故障。 但是到底是无设立，也是故意迫害，也搁爱警方进一步厘清，后续卖甲这1块银角仔还予当事人。我们建议他在这里，做一个警示或警语，就是说他只不收零钱。这是纸钞，这是硬币。那我现在存硬币。其实目前敢有部分银行有银角仔存款 ATM 数量并无多。 而且机型甲纸票存提款机嘛无同，为外观真好分辨。校方表示，因为学校有外籍学生，校园嘛是开放空间，加上校区对面有移工宿舍，为了防止未来还阁有人因为无熟悉操作，如果造成故障，会建议银行伫咧 ATM 加设警语。记者苗栗综合报道。